月11节的感动时刻，我们带您到好山好水的花莲吉安乡，在当地呢有一间餐厅，老板娘陈英美要求客人来了都得要吃一整篮的野菜。她自己从台中来到此地养病，却发现了吃天然野菜的好处，开了餐厅跟大家分享，结合了原住民和客家人的一个特色，餐厅里很有客家风。热闹的餐厅，老板娘陈英美招呼客人，就爱问吃了几篮菜了，菜吃几篮了？7、8篮了啊，那已经及格了。老板娘陈英美，大家都叫她 Sakura。叫客人吃菜，她有自己的办法。野菜坝里菜色多变化，选择多，自然而然就会放满一篮。我的这一篮呢，这样子就是1人份啊，一个人要吃这样1篮哦。这是我们的莲花锅哦。不是野菜鲜虾锅哦，每天现采的莲花得先绽放暖汤头。它是可以降肝火，所以它的胶原蛋白可以养颜美容。莲花开了，胶原蛋白释放，火锅料才能放下去。Sakura 还提醒，野菜要先吃，要先吃菜，再吃肉，才吃饭。先吃菜，纤维矿物好，再吃肉，蛋白油脂分解好，才吃饭，热量就会刚刚好。会这么讲究，是因为16年前 Sakura 罹患了甲状腺炎，她到了好山好水的花莲吉安乡养病，学原住民吃野菜，吃着吃着身体变健康了。她想开餐厅分享，想起自己是客家人，而吉安乡又是一个客家和原住民混合的乡镇，所以这餐厅她加入了客家元素，大红花布是少不了的，而且菜色也是改良式的客家菜。这个呢是已经15年的紫苏梅，腌了15年的老梅，再加入猪脚里，先卤再焖，红润透亮的陈梅猪脚上菜喽。所以梅子虽然吃起来口感是酸的，可是它其实是碱性食物，它是可以中和我们身体的体质。凡事讲求自然健康，不是说说的。这野菜怎么来的？就在餐厅外的田里。龙须菜呢，它不需要农药，不需要肥料，它就可以长得很好。所以这就是一个我们最推崇的自然的野菜。群山环绕下，从台中移至花莲的客家人展开新生活，田园、野菜和应景精神陪伴他走过抗炎人生。后山土地的能量灌溉鲜绿野菜，滋养向阳乐观，孕育最应景的能量，走16年的抗炎路，开出樱花般美丽的感动时刻。